有一項關於專注力嘅研究，岩蘭草嘅表現贏過薰衣草。我係 Julia。岩蘭草唔係一聞就愛上嗰種，但越係諗嘢多，慣咗咩都自己頂住，長期高壓嘅人，反而越容易愛上佢。2001年 Friedman 醫生嘅研究發現，薰衣草令專注提升3%，雪松8%，岩蘭草足足提升1倍。當然，呢個唔代表岩蘭草能治療任何專注問題，但都令佢成為芳療界最受關注嘅一支油。中醫有句講法叫根唔穩，氣就浮，特別容易出現喺諗嘢多、瞓得淺、冇安全感嘅人身上。所以如果你都係明明好攰，但個腦轉個不停，瞓唔沉，可以瞓前擴香一滴岩蘭草，幫自己落反地。留言岩蘭草，我整理咗一份睡眠、專注同情緒嘅實用搭配俾你，有香有氧有時尚，香氣屢見。我係 Julia。